你永远还是这样子，然后你没有时间跟，或者是建议你们可以那些家长一直来，你们一对，有时候可以1对1啊，就是有时候1对1，然后有机会的时候纠结，你们有一个什么活动，你们可以办活动，礼拜6早上，我们有一个就想要邀约你们一起来参加的活动，看是在佛堂都在哪里，包水饺也好，或者聚餐，或者是那种活动，邀他们讲，换一个讲。有时候是说办那个活动邀约他们在一起那种你去对不对？我是讲你来各位，你能比快来嘛？那也就是说，你从比较大，各位家长，我们提了一下，我们有一个活动那这个体验就是简单的体验，你们参考看看。对，今天参考看看，我们就是说下个礼拜你们就报名，可以去的话就报名。所以你们下个礼拜1的时候，你们把那个报名表右边的，因为你刚才讲不要去拿给我，交好给我，对不对？或许是说这也是一个成全的方式，如果说1对1的话那个接触人员就要一对1啊。如果你说一个教室的管理的更好一点，你们2个志工老师出来就是可以2对2，或者是2对3，或者是2对4，那个就会比较阔。或许这个什么经典都不错，只要小孩子愿意，不要局限说一定要因为小孩子你给他什么他就会是啊，那或许还有问题因为时间也谢谢。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就可以，我说怕你们太晚，可能。像如果说有问题的，可以再叫我们分享出来。是。看时间的关系嘛，等一下如果说有问题的，在读经推展读经的遇到你有问题而没有想到很好的方法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请教那个分享师啊，然后让他们直接教一些在读经方面的方法，让我们学习那最后我们感谢我们的分享。感谢我们分享。前道提供，婚道提供。谢谢大家。下后记得母亲上提供给前道供，再供，3提供，感谢吴市长的提供，感谢陈讲师的提供，婚道提供，再供。3供，感谢吴市长的提供，感谢陈讲师的提供。一起之下，下午家我提供3供给下供，再供，3供，之下2供，之下1供，婚道供，再供，3供，之下2供，之下1供。